你哋有冇聽過杜拜皇室餐台上嘅一種被譽為沙漠麵包嘅果實？佢唔單止好食，仲被中醫話有健脾、通便、益氣同化痰嘅功效。呢個呢，就係椰棗啦。今日我哋將深入探索椰棗嘅養生秘密，揭開杜拜皇室對佢情有獨鍾嘅原因，仲會教你幾款超簡單嘅椰棗食療配方。等你哋喺屋企都可以輕鬆養生，準備好未？一齊嚟探索啦！椰棗係棗椰樹嘅果實，果椰樹耐寒、耐鹼、耐熱，最早發源自北非同波斯灣嘅沙漠綠洲一帶，主要分布喺中東地區。後嚟經過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嘅傳播，而家全球熱帶、亞熱帶同乾旱地方都有種，當中以伊拉克出產嘅椰棗最多，特別係喺巴斯拉地區。喺伊拉克，椰棗亦被稱為綠色金子。椰棗嘅主要成分為葡萄糖、果糖同蔗糖，仲有鈣、磷、鎂同維他命 A、B6 等多種營養素，蛋白質同膳食纖維大約有7%。脂肪同膽固醇就少過1%。由於椰棗熱量少又易於消化，有助減輕飢餓感同降低食慾，避免暴飲暴食。阿拉伯地區，特別係伊斯蘭教嘅齋戒月，椰棗係不可或缺嘅食物，因為佢嘅果糖唔會直接進入血液，而係緩慢喺肝臟代謝，幫助穩定血糖，令人長時間唔會覺得肚餓。更厲害嘅係，椰棗係杜拜皇室嘅餐台上嘅常客。一位曾幫杜拜酋長睇病嘅英國中醫師舒榮透露，皇宮裏邊每張台上邊都放住椰棗，隨手就可以攞到啦。每餐結束之後，大家都會食幾粒。其實唔係淨係因為椰棗美味，更係因為佢對健康嘅益處。中醫經典《草本綱目10為》記載，椰棗能夠幫助消化，促進脾胃功能，仲能夠除痰止咳，甚至令皮膚變得紅潤有光澤。中醫師舒榮指出，椰棗不單止係一種水果，更係一味天然良藥。等我哋嚟睇睇椰棗嘅4大功效。椰棗能夠增強脾胃功能，促進消化吸收，將食物更有效轉化為能量。對於脾胃虛弱嘅糖尿病患者嚟講，椰棗尤其有益。雖然甜度較高，但係佢嘅低糖指數特性，令佢適量食用唔會顯著影響血糖，適合糖尿病患者謹慎享用。中醫話嘅痰唔係淨係咳嗽嘅痰，仲包括高血脂、高血糖，甚至係發炎物質。2009年，農業與食品化學雜誌嘅一項研究發現，健康嘅人每日食100克椰棗，連續4個星期之後，血清嘅三油甘脂水平降低咗8%到15%，而且空腹血糖完全冇上升。呢個表示椰棗對預防動脈粥樣硬化有幫助。中醫認為，氣係身體嘅動力，血就係營養物質，兩者要平衡先至能夠保持健康。椰棗能夠補氣，令血氣運行更順暢，對心臟有保護作用。益氣嘅另一個解釋就係令正氣充足，身體嘅正氣足，自然就有能力抵抗感染，將感染物質清出體外，亦就能夠間接抗發炎。椰棗富含多酚同纖維。2015年，英國營養雜誌研究發現，食椰棗能夠顯著增加腸道蠕動同排便頻率，仲能夠降低糞便中嘅遺傳毒性，減少結腸癌風險。阿拉伯人就經常食椰棗嚟通便，有人晚上食1粒，第2日就會有效果啦。不過效果因人而異，有啲人可能要食3至5粒先至得。咁點樣食最有效呢？舒榮醫生建議，最好嘅方法係將椰棗泡水後攪成糊狀，飲咗佢，第2日通便效果會更好。
可以從1粒開始試，如果5粒都冇效果，咁就需要考慮其他方法啦。其實椰棗從棗椰樹上摘落嚟之後就可以直接食用㗎啦，但當然有好多唔同配搭嘅食法，就係將啲堅果擺喺椰棗中間一齊食。常見嘅食法就係將啲合桃、杏仁同開心果夾住喺椰棗中間，當然亦可以當作食品嘅加工原料，製作成各種椰棗麵包、蛋糕、餅乾、糖果，或者用椰棗嘅汁液嚟製成糖漿、果醬、釀酒，再加喺菜肴中增加甜味，甚至有部分地區亦會將椰棗同牛奶、水混合發酵作為飲品。不單止係咁，椰棗仲能做成養生湯。舒榮醫生分享咗3道簡單嘅椰棗食療配方，適合唔同需求。準備5粒椰棗破開，6粒桔梗，加500毫升嘅水煮15分鐘，一日分2次飲。呢道湯適合慢性咳嗽、喉嚨乾或者痰咳唔出嚟嘅人。如果飲幾個星期有好轉，可以繼續飲2-3個月。不過如果半個月都冇效果，甚至更加嚴重，就要停啦。5粒椰棗劈開，6粒山甘草，加500毫升水煮15分鐘，一日分2次飲，適合乾咳冇痰嘅人。5粒椰棗，烏梅5克，山楂5克，洛神花1克，加500毫升嘅水煮15分鐘，一日分2次飲。呢一道湯酸甜可口，唔使再加糖，能保護脾胃，提振精神，仲能夠潤澤皮膚，超適合想養顏美容嘅朋友。雖然椰棗好處多，但係唔係每個人都適合食㗎。舒榮醫生提醒，有4類人需要特別注意。先從半粒開始試，冇問題再慢慢加量。雖然椰棗能夠控糖，但一日最多食1到3粒好啦，唔好過量。有啲椰棗比較硬，容易脹氣同反酸，亦要從少量開始。若醫生明確禁止食用椰棗，務必遵從醫生嘅吩咐。椰棗不單止係杜拜皇室嘅飯台珍品，更係一種集美味同養生於一身嘅生命之果。無論係直接食定係製作養生湯，椰棗都能夠為你嘅健康加分。希望今次嘅分享能令你對椰棗有更深嘅了解，並激發你嘗試嘅興趣。多謝觀眾朋友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你有任何想法，歡迎喺下方留言區話俾我哋聽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獲得更多健康小知識。我哋下次再見。